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咩嚟㗎？喂，有冇聽過個乜鬼 ESPP 啊 ESPP 咩嚟㗎？好似叫咩安老計劃服，唔係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啊，嗰啲好翹口嗰啲嘢。安老關我哋咩事啊？20幾歲喎，樓都未上到啦，諗咁遠做乜嘢啫？講呢啲。喺2012年，香港只係有14% 嘅人口年齡達到65歲或者以上。到咗2041年，預計呢個數字會上升到32%，即係話長者嘅人口會升咗1倍有多。仲有喎，如果由供養嘅角度嚟講，喺2011年嘅時候，每一個長者係有5個成年人一齊供養嘅，但係據估計去到2031年，每一個長者就只係得返2個成年人去供養，究竟頂唔頂得順呢？你諗你啦。老咗點算？我都有諗過㗎。我哋都算有經濟能力，應該唔使住老人院啩。到時咪最多請個工人，再唔係應該有社區照顧服務包底啩。好多人都好似呢位哥哥咁，諗住老咗有困難就會有社區照顧服務包底。係嘅，政府口口聲聲講居家安老為本，院舍照顧為後援。但係根據社聯嘅統計，而家一個長者要輪候送飯服務嘅話，一般呢都要等7個月，即係要7個月先有飯開。陪診呢，3個月陪診一次，呢啲服務呢都要等足足15個月。至於家務助理，每個月上嚟幫你執1個鐘頭咁大把嘅屋，唔知可以掃地好啊，定係抹窗好啦，都係要等成21個月㗎喎。我有準備㗎啦，點會拖累啲仔女啊？我已經買重保險，最多咪住貴啲嘅老人院，靠政府嘥氣啦。姐姐佢哋係識揀啦，識得揀啲貴啲嘅安老院，質素梗係好啲啦。但係政府其實依家對於私營安老院呢係冇利潤管制嘅喎，住啲好啲嘅安老院隨時都要1萬幾2萬幾蚊嘅院費，扣份保險你真係唔知可以頂到幾耐嘅喎。至於你話去啲平啲嘅安老院，質素有幾參差，你明㗎啦。就好似之前嗰啲事故咁樣，我都唔多講啦。而政府資助院舍呢，一般就要啲老人家等3年左右。好難過咁講，只係喺2013年就已經有5700位老人家喺排緊隊輪候院舍期間死亡。我就冇乜好擔心㗎啦，都就快退休啦。你哋後生就應該擔心啦，第二日都唔知點，你哋快啲諗掂佢就真啦。你話兄台就好心提我哋要快啲諗諗佢，我就唔知算唔算啦。政府喺2014年9月開始咗一個叫做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嘅諮詢，英文呢就叫做 Elderly Services Program Plan， 簡稱 ESPP。你冇聽錯啊！呢個係 program plan， 並唔係一個 policy plan 嚟㗎。究竟呢個報告書完成咗之後會有咩影響力呢？會唔會好似當年嗰個香港退休保障的未來發展報告書咁？又或者好似早幾年嘅香港社會福利長遠規劃報告咁，講完就算，使完一筆研究費用之後，就將啲報告書放晒喺床下底。就住長者服務做長遠嘅規劃，已經係迫在眉睫㗎啦。唔想業界又再被諮詢，唔想政府講咗當做咗，唔想我哋自己臨老唔過得世，咁就一定要參加即將喺12月4號舉行嘅論壇《公民社會對香港2030年安老服務願景》，一齊為我哋香港嘅安老服務揾出路，打破僵局。向政府講，我要真政策，唔止 program plan。仲忙，快啲報名啦！